大家好，我是加密九哥。上一期节目分享了关于 Web3跨链的一个区块网络统一 gas 费的这样一个项目。今天来分享有关 ZkSyn 二层网络上部署的一个 DeFi 的项目。它是基于这个 Zk Rollups 的一个基于订单簿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交易所。这是一个测试网的一个项目，当然了，这是也是比较早的一个项目啊。当然了，目前呢，在 ZkSyn 这个二层网络上呢，它的原生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的话，ZkSyn 这个二层网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币的，据说主网呢马上就要上线了可能就是9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就要上线了。那如果你喜欢九哥的频道呢，也可以加个关注订阅九哥的频道，同时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一起交流。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项目呢，是一个Miss Protocol 它是基于这个 Zk Rollups 的一个订单簿的一个 DEX，它被称为了下一代的这样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那它可以让 Zk Rollups 的生态用户呢享受到这个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交易体验，因为它拥有这个Six 提供的这种直观的一个交易体验，也就是中心化这种交易的一个丝滑程度，和这个 AMM 的一个去中心化所缺少的各种交易的功能。那 MIS 协议呢，为 DEX 带来一个 Six 的一个体验，也就是呢这个 MIS 这个协议呢，它为这个去中心化呢带来一种这个中心化的这样一种交易的体验。我们也知道，在去中心化交易所里面，它有这个流动性如果流动性不足的话，会有产生这个滑点。那滑点的话呢，有的是非常严重的，有的是高到30%如果流动性不足的话，用户呢享受，用户呢可以享受这个在这个以太坊的一层网络的安全性的同时呢，还可以享受到在这个二层网络这个 Rollups 的一个高吞吐量和一个低成本的一个 gas 费用的一个交付。那同时 MIS Protocol 呢采用了一个订单簿的一个匹配的机制来进行匹配买卖订单。这种机制的好处在于流动性越深了，那么用户在匹配订单时面临的罚点就会非常低这个呢是目前在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呢是一种这个采用了一种经常采用一种这种机制那反之的话呢，这种就比较高了反正就比较高啊。那这个订单簿的这种机制目前是在中心化交易所里面是普遍采用的而且对这种的话呢是中心化交易所普遍采用的，也是被很多的一些资本的青睐的一种这个机制。那反之的话呢，如果说发展这个流动性比较低，或者流动性不足，或者这个交易深度不强的话呢，那我们买这个币的话呢，我们可能这个流动就会发掉很多的这个费用它的罚点就会很高的。比如说我们在中心化交易所，我们有看到有些币呢我们想买，但是呢话呢经常性的在它那个价格买不上去，因为没有这个订单的匹配，所以就买不了。而且呢，还需要等待另一方来匹配自己的订单。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深度不高的话呢，我们需要挂单挂到某个位置，然后呢，需要由另外一方来进行匹配如果另外一方有在卖的话，那就匹配了；如果没人卖，就一直挂了。那另一方面呢，MIS Protocol 呢引入了这个 AMM 自动做市商来解决这个市场缺乏流动性时的一个解决方案。也就是我们在采用的这个订单簿的这种机制它有缺点的，就是如果说这个交易的流动性呢不足的话，或者交易深度非常弱的话呢，非常低的话，非常差的话呢，那么我们有可能就这笔订单可能就无法成交了那么如果采用这个 AMM 自动做市商了，它就解决这样一个缺乏流动性的这种一种解决方案，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它就会自动的进行一个去匹配了。那这一方案呢，是最早是由这个 Uniswap 来进行提出也就是说呢MIS Protocol 采用了一个订单簿的机制加 AMM 的一个
混合模型。那这有效的解决了交易所遇到一个深度差，为用户带来比较差的一种体验。也就是我们目前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代币在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呢，还是在中心化交易所，它都有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它的流动性非常差，而且的话它的这个深度不强的情况下，我们去卖或者买的话都会遇到问题。那这样的话，整个的交易呢就非常的不通畅、不流畅性啊。那采用这种混合模型呢，有效的提升了用户的体验，这样呢既拥有了 DEX 体验的流畅性，又实现了去中心化 DEX 的安全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了怎么样参与到它的一个测试环节。我们有看到这个的，它就是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 demo 一个页面。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参与到它的这个项目的一个测试网络。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去领取测试代币January 我们也看来的这个页面。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钱包地址呢，钱包的话切换到这个January 这条测试链上。这里的话呢，如果说出现这个上面有一排红色这个背景字体我们要看它这里呢，如果说这里点不开了，就说明我们要去通过这里去登录一下，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谷歌账号登录之后，然后把我们的地址然后粘贴过来，然后在这里领取这个测试币。领取成功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步。第二步的话呢，我们来到这边，它有一个跨链的一个桥，就是好了，在这里我们直接将我们刚刚领取这个测试代币了，然后存取一点到这里，就是这个以太坊。那存入进来之后做什么呢？就是做 gas 费用的。我在这里存入0.1个。这一步的话呢，可能需要的时间可能有点久。我们有看它下面有一句话5分钟我们可能要等上个5分钟左右，然后它才会转入到这边二层网络这边来。第二步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测试网页，来到这边 Miss Protocol， 在这边我们要去连接到这个 Lixen 这个测试版本的2.0的这个网络，然后我们点一下这里切换一下，那这边它就自动的能切换过来。钱包连接成功之后呢，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它有一个 Trader 和这个 Deposit， 我们点这个 Deposit， 然后在这边进行存款。那我这边的话呢，只有0.41个以太坊，我在这里存上个0.2个以太坊进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 trader 进行交易，在这边进行交易了。它这边有2个，一个是限价单，一个是市价单。那我们就直接选择一个限价单。对，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先把我们刚刚存入这个以太坊的，先要把它卖掉把它兑换成 USDT。也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的话呢，我们需要有2个代币，一个是这个以太坊，一个是这个 USDT。如果我们的账户有这个 USDT 的话呢，我们需要同这个以太坊一同来存入进来。存入进来之后呢，然后在这边交易买和卖这2个功能都去操作一下。那接下来我要在这里进行买的话呢，我们在这里买多少呢？买$100的。它这里是个限价的一个订单，所以我们可以把它限价，也可以直接买。买成功之后呢，这边有记录，我们也看到order history 这边是我们刚刚卖出去的一个以太坊的一个记录，在这里。这边是我们现在呢去买的这样一个以太坊，是一个限价的一个订单，在这里进行显示的。当然我们可以取消它，我们直接市价买进去，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就比较低了。
啊，当然现在不用取消，现在已经买进去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操作呢，这个还是非常简单的。当然的话呢，这个因为它是想要做的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个带有中心化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在里面的一个交易所。基本上的话呢，问题不是很没有不是很多啊，问题不是很多，整个体验的话呢也是还好吧，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那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同时呢，如果喜欢九哥的频道呢，可以加个关注，顺便呢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个赞，九哥呢将非常感谢。我们下期再见。